Marco 先啦。平時唔係咁喎。冇所謂。大家好，我係鄭俊熙。我喺《看我今天怎麼說》入邊飾演同名子信。拍戲入邊嘅趣事咧，好多喎。我講幾個比較深刻㗎啦。第一日開拍嗰陣時咧，就係喺沙灘度拍嘅。個音效係咪 OK。好。sorry。喺沙灘拍啦，咁我就即係第一次見到哇，原來咁大陣仗喎，咁樣有機啊，有繩啊，有帳篷啊，好多嘢。我第一次即係咁樣，好似見啲呢啲咁專業嘅機器。好，歡迎我哋嘅看我今天怎麼說嘅總評分員。我第一次見到咁大陣仗係有少少緊張啊，好驚拖到大家時間。所以呢個即係一個比較印象深刻啦。跟住咧，同埋都係同一日，咁我就喺個水度拍咗都一段時間。咁所以咧，我第一日拍完咧之後咧，個鼻係燒傷咗嘅。點講咧？曬傷咗。曬傷咗係啦。呢啲就比較深刻啦，痛苦地幸福。我覺得hello 大家好，我主係 Marco， 咁喺《看我今天怎麼說》入面飾演 Alan 呢個角色嘅。趣事咧或者難忘，我其實覺得由拍戲應該係上 acting class 啦，去到依家呢幾個月啦，或者幾年一兩年都係好難忘嘅經歷對我嚟講，因為我覺得可能一世人就得一次咁樣。咁係可能係acting class啦、劇本圍讀啦、開拍啦，跟住優宣場啦、就借票啦、去台灣啦，跟住都嚟緊接落嚟嘅金像獎咁樣，咁我都係好期待啦。咁都成個過程都好難忘。咁其實更加開心嘅係我哋嘅一個community嘅一個故事，終於有人去講，去俾更加多嘅人去知道啦。咁我就覺得可能接落嚟嘅時間交翻俾導演啦，又或者係即係呢個觀眾互動 Q&A 咁樣會比較好啲。好咁我交俾觀眾，有啲咩問題可以有咩感想啊、問題啊，隨便都得㗎。係啊，隨便舉手發問，我知道戲好犀利。實有㗎，我知道。Marco 講嘢講到咩？落乜？你講翻你自己嘅 background。我咧本身咧，即係我爹哋媽咪咧係健興嘅，咁但係我咧係中度聽障嘅聾童。我先講下我點解手語咁叻啦嚇。咁咧就係因為咧我3個月大嗰陣時咧就開始學手語啦。咁點解佢3個月大好似咁細個就開始學手語咧？就因為咧我媽咪咧其實都係喺呢個手語雙語教育計劃嘅學校度教咗好多年書啦。咁咧佢都接觸到好多嘅聾人。當我出世，佢發現我有中度聽障，咁所以佢就揾咗啲聾人同事啦，不定時咁樣上嚟我屋企度同我打手語。咁所以就呢個行動就3個月就開始，之後再報英語手語班啦，跟住又去讀呢個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嘅學校啦。而家就讀到小學5年班啦。至於點解我口語咁叻咧？根據我爹哋媽咪嘅講法咧，就係可能我哋都係斷估嘅啫，即係冇好實際嘅科學根據。就係咧，因為咧你講啦，你講。就係可能因為我好細個開始學手語，咁就觸動咗嗰個語言區，咁就可能去令我去再喺呢個口語嘅環境底下，咁我即係本身我聽力又唔係即係聽障得太嚴重，咁我覺得手語係一個即係由我咁細嗰時學手語係一個幫到我好好咁學口語。至於講到就去講到一個咁流利嘅口語咯。識啊嘛。係。 3個月你就識打黃色嘅手語啊嘛。咁你記唔記得你口語第一個識講嘅係咩啊？大致上。口語第一個講咧，我就唔係真係好清楚，但係係啦，爸爸都聾緊，但係係啦，因為爸爸因為媽媽就好多
我指住嗰個旺角咁樣，咁呢個係我第一個認到嘅字。咁至於我第一個講邊一個字咧，不如就交俾。因為導演好中意同大家交流㗎，所以如果你有問題就可以即係盡量利用呢個時間，我哋又或者了解下你哋對呢套戲嘅睇法。或者我啊。其實我唔係第一次睇呢套戲嘅，今次係家教會好榮幸可以再嚟睇多次。其實咧，我喺呢套戲第二次睇之後咧，我發現一樣嘢，可能我比較遲鈍嘅，發現到咧原來導演咧好想表達一樣嘢，就係個女主角其實好想去融合翻喺佢自己嘅族群。我可唔可以咁講嘅？即係自己嗰同一樣嘅朋友裏邊嗰種感覺，即係正如好似我自己係一個教友咧，我好中意喺大家都係教友嘅角度去睇一件事，或者係佢一個感覺。咁我相信嚟啊，即係喺即係社會上，可能如果你係律師，你又好想有一啲律師嘅朋友去 same language， 我哋即係想講係一個 same language。即係如果你係醫生，可能你一個醫生朋友嘅交友圈裏邊一個 same language。咁其實我自己感覺到導演係好想表達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女主角好想喺自己，雖然佢自己可以聽到講到，但係佢都係想喺自己嗰個朋友圈裏邊喺學翻